夜色流金，珠江生輝，從花城廣州到楓葉之都多倫多，同根同夢，今夜再聚。加拿大廣州同學會7週年慶典由恒泰集團榮耀冠名，相約2025初冬於多倫多浩門宴隆重舉行。由同學會終身榮譽會長 Lisa 及會長三哥盛情邀請下，超600位嘉賓歡聚一堂，笑聲掌聲交織成一片溫情。由會長領銜，同學會成員自編自導自演嘅72家房客話劇小品，用地道生鬼嘅粵語對白講述街坊故事，真情歡笑聲點燃成個夜晚。以舞動傳承為主題，本年度舞台設計融合不同風格同文化，除一如既往嘅經典金曲之外， Hip Hop、K-Pop、中國舞、森巴舞輪番上場，節奏澎湃，舞動全場，掌聲同歡呼聲此起彼落。當晚更為 SHN 基金會籌得愛心數字，大家踴躍支持，愛心滿場，最終籌得超過2萬加元善款，為社區醫療建設注入新力量。7年相伴，情誼不改，從嶺南到家國，無論相隔幾遠，心繫家鄉嘅情永不變。舞動傳承，愛心共鳴，這一夜光與熱匯成最動人嘅篇章。加拿大廣州同學會7週年慶典由 Perfect Marketing 臻傳傳媒全力製作。